睇下呢個花園夠唔夠大？呢一個只係側花園嚟咋，隔離就係高爾夫球啦。市中心嘅位置，旺中大靜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套王者級嘅獨立別墅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前花園。前花園咧，我覺得直接可以用嚟停車嘅，因為啱啱你哋都見到啦，就算側花園咧都係好大，並且仲有一個後花園。呢度嘅話咧，如果用嚟停車，包括呢一個車庫位置咧，停6到7台車咧都係冇問題嘅。仲有咧呢一度咧，佢已經自帶咗一個歐式嘅旋轉樓梯，由歸家開始咧嘅儀式感係已經係俾到你啦。但係你唔由呢度上去嘅話咧，車庫入口咧都可以直接上到去嘅。嗱，今日呢一間獨立別墅嘅花園咧，係真係夠大嘅。前花園已經可以停到6台車嘅啦，而側邊呢一個花園咧，都有成超600個方嘅，你可以做你哋中意嘅假山魚池啦，或者種一排嘅花草樹木喺度咧，都係夠嘅。並且呢度如果你小朋友係中意打籃球嘅話咧，直接係做成一個籃球場都 OK。咁記住喎，後邊仲有一個後花園嘅位置，連泳池都有埋嘅，一齊跟我過去睇下。嗱，今日呢個花園咧，真係一個鏡頭係拍唔完嘅，要分3個鏡頭拍，前、中、後。呢個就係後花園，你睇下呢一個咧，亦都係泳池位。呢個泳池唔細㗎，係標準嘅泳池，真係一家人喺度游水都得㗎。呢個亦都係業主做好晒，到時搞個清潔嘅話咧，就可以用㗎啦。除咗花園大之外咧，整間嗰個面積都係比較大嘅，一個係950個方，一共分成3層。呢一個咧就係1層嘅空間，你睇嗱，電梯井已經做好晒，整個1層咧係一共有5個房間。其實1層咧就比較建議係做你哋嘅休閒空間，你可以利用佢做你哋嘅健身房啦、麻雀房啦、會客廳啦。因為無論你係由車庫定係花園入嚟咧，都係直達呢一個1層嘅。反正1層嘅空間咧，因為樓上嘅房間亦都係比較多，所以1層你哋點樣運用都可以。旋轉樓梯上到嚟咧就係2樓啦，咁1樓作為你嘅娛樂空間、會客空間啦，咁整個2樓咧就係真係你自己嘅私人空間啦。2層咧除咗有呢一個你睇下10米嘅中空大客廳，真係呢一個豪宅嘅感覺即刻就上嚟啦。樓下咧亦都係有2個房間嘅，可以用嚟長輩休息嘅房間。我哋先嚟出去陽台睇下啦，10米嘅長陽台直接望到嘅咧就係高爾夫球嘅景觀。你有冇發現？其實佢係比前邊嘅別墅都要高嘅，因為佢個地勢係會高咗一級，有種居高臨下嘅感覺。你睇下呢個景觀望出去，遠處望嘅係高爾夫球景，近嘅話係可以望到你屋企人喺樓下游水嬉戲。呢一種景觀嘅話，真係俾錢都買唔到。咁客廳空間就唔需要講啦，而飯廳嘅空間可以過嚟睇一下。採光面嘅話，亦都係俾到足嘅，270度個採光面，呢一度放2圍或者10人大圓台都係冇問題。重點嚟啦，你睇下呢一個廚房，好似一間普通嘅洋房嘅主人房咁大。喺呢一度嘅話，無論係女主人中唔中意煮飯，或者你哋中意請廚師都好啦，呢一度住9大櫃都係冇問題嘅。嗱，咁我哋就上嚟3層啦。其實一上嚟咧，你見到呢個中空大廳咧，係真係好靚嘅，因為佢同平時嘅中空大廳唔一樣，佢一共有10米高，所以你裝修好完之後咧，再裝個水晶吊燈吊落嚟咧，係真係好靚。因為佢房間比較多啊，佢3層嘅房間都有3間，所以我建議咧都係保留翻呢一個中空咧，咁樣會大氣同埋高檔好多。咁3間房間入邊咧，空間都係夠大嘅，而最驚豔咧就係呢個主人房啦。嗱，主人房嘅空間咧，無論係衣帽間、衛生間、休息區，甚至乎呢一個可以作為辦公嘅區域咧，都係夠晒大嘅啦。但係咧最驚豔嘅咧，話呢一個連通主人房嘅陽台啊，出邊都可以入到嚟嘅。呢一度咧亦都有個長陽台嘅感覺啦。由於個地勢比較高咧，你睇下佢前邊係完全無遮擋，私隱性係好足夠嘅，並且直接係可以望住高爾夫球場嘅人喺度打高爾夫球，真係有種居高臨下嘅感覺。如果毛坯你冇概念嘅話咧，一共地勢高嘅別墅咧係得呢2套嘅啫，參考下隔離你就知道呢一種感覺係真係好正嘅。嗱，咁今日呢一間別墅咧，花園係真係足夠大嘅，要3個鏡頭先裝得落，面積咧亦都係夠大嘅。我覺得咧1樓嘅話咧，完全係可以做你會客休閒嘅空間。咁2、3層咧，一共加埋嚟有咁多個房間咧，你哋居住咧都係足夠嘅。並且地理位置亦都相當優越，景觀同埋視野私隱性咧都係無敵嘅。咁今日呢一間唔知會唔會適合你哋咧？有興趣嘅喺我評論區打豪宅，我將所有資料發俾你哋。